为买地兴建到设备甲师资，信尧教育机构董事长王建元前后开了3档的时间，以及3亿的经费。现在信尧课后照顾中心将于4月18日盛大落成启用。也因为王建元董事长路线好施、为人海派个性，来自各界贵宾将启用典礼现场客甲满满。就连市长黄伟哲、立法委员王定武、陈廷辉、林义景、议长郭信良以及这位议员等贵宾，也拢现身典礼现场。请监察举起正耀教育中心，在各位长官来宾莅临见证之下，以请一腔热血。王董事长不仅对于教育事业非常的重视跟关心，上重要伊对社会公益的基础，从来不是不落人后，是从来领袖群伦的。对于这个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传承，拢是亚头皮的。我想大家除了祝福之外，我们一定全力来跟这个我们圣耀来做最大的配合。这栋圣耀的建筑物是全部符合教育局公安消防建筑法规所有的规范，是一个模范。所以上来遮，囡仔教育、空间安全拢放心。大家若小朋友会当尽量上来遮。原本是想要加强家己囡仔的课业，后来因为朋友囡仔嘛有补习的需求，最后变成3亿课后照顾中心。不过信尧董事长王建元完全袂心疼，因为伊坚信投资教育无一定会赚钱，但是会互人生更加有意义。感谢各界约国贵宾、好朋友的热情指导，更加爱感谢3年来咱对圣耀的股东团队全力的支持甲努力。自各地规划设计、动土兴建到今仔的剪彩典礼，终于正式迈入向理想教育的里程碑。投资教育无一定赚钱，但是会互咱的人生得较有的意义。这句话就是我的初衷，嘛是咱成立的圣耀的目的。信尧课后照顾中心基地面积283平，总共有9间教室、活动游戏区、休闲区、办公区等。另外，还有257平室外运动场地，提供学生完整、多变而且动静态拢有的学习空间，还有通过消防、公共安全、甲升降设备等规定。在教室内底，嘛有采用上新86寸4K 数位互动电子白板，互教学走向数位化，加添教学现场活泼性，嘛互囡仔更加有学习意愿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